各位親愛嘅朋友，我係馬英傑牧師，我好榮幸能夠喺度同大家介紹聖經裏頭嘅樹木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係柳樹，我哋中國人有時叫佢做楊柳啊。楊柳樹呢喺聖經當中出現唔係好多，佢唔似得橡樹咁樣堅硬剛強，佢又唔似香柏木嗰個嘅尊貴同埋挺拔。柳樹咧，佢多數係栽種喺河邊啊、湖邊啊有水嘅地方，生長茂密，佢嘅枝條咧柔軟下垂，好有詩意啊！即使俾斬落嚟嗰啲嘅枝，佢好快脆，好容易又重新生長㗎。最重要嘅咧係佢同水源咧好相連埋一齊，好似河岸嘅旁邊啊、湖泊嘅旁邊啊，就算嗰啲嘅地土好貧瘠，佢仍然能夠存活嘅。喺詩篇裏頭咧，137篇。第1到第4節嗰度記載到以色列人呢，佢哋亡國，被擄到巴比倫去嘅時候，佢哋坐喺巴比倫個河邊嘅柳樹旁邊，一諗起耶路撒冷、錫安，佢哋就忍不住喺度哭泣。佢哋拒絕為擄掠佢哋嘅巴比倫人唱歌，佢哋思念故國同埋神嘅殿耶路撒冷嘅地方，就好難過，將琴啦掛喺柳樹上邊，意思就話唔願意唱，冇辦法唱落去。佢哋喺嗰個時候可以講係失去咗身份，同埋失去咗喜樂嘅地方。佢哋用一個沉默嚟到表達對故土故國嗰個思念，以及對神嘅殿深切渴想嘅嗰種苦情。另一方面，柳樹咧亦都出現喺歡樂敬拜神嘅場合當中。喺以色列人一個好重要嘅節期住棚節裏頭咧，神吩咐百姓用楊柳樹枝嚟到敬拜佢。楊柳本來唔係歡樂嘅象徵啊，但係呢度咧，神將佢放入去歡慶嘅敬拜之中。住棚節所使用嘅有3種樹枝，每一種都有一個特別屬靈嘅意義啊。第一係棕樹枝，棕樹枝搖動嘅時候咧，好似旗幟咁樣，象徵得勝啊！第二種咧就係啲果樹嘅樹枝啊，代表豐收。第三咧就係楊柳枝，楊柳枝咧係象徵曾經歷過傷痛同埋眼淚，提醒人喺得勝同埋豐收嘅日子裏頭，亦都能夠帶住記憶當中嘅淚水，一同歡樂敬拜嘅。要知道經歷過苦難嘅生命呢，向神獻上敬拜更加寶貴，神更加悅納呢一種嘅敬拜。神容許我哋有時好似橡樹咁樣嘅堅強，但有時咧又容許我哋好似楊柳軟弱、彎腰、低垂、流淚，甚至咧難過到一時不能夠唱詩。但係只要我哋嘅生命扎根喺生命嘅水源嘅旁邊，就永遠唔會枯乾或者滅亡嘅。基督嘅信仰唔係強顏歡笑，喺柳樹底下
流淚，仍然可以對神唔失去盼望嘅。我哋帶着眼淚，依然可以向神嚟到敬拜。神造我哋有豐富嘅情感，使我哋喺喜樂嘅當中能夠歡笑，喺憂傷嘅當中會流淚，但係唔係自憐。耶穌基督佢亦都係曾經有流淚嘅。佢坐喺橄欖山嘅上邊，佢遙望耶路撒冷嘅時候，佢睇見呢個聖城將要遭受羅馬軍隊嗰個毀滅，但係呢，佢哋唔肯悔改，所以佢為呢一個城嚟到哭泣。以賽亞先知佢曾經預言啊，佢話以色列必從被擄之地得蒙救贖嘅。雖然嗰陣時佢哋已經亡國，已經係喺巴比倫嗰個嘅統治底下，連歌都唱唔到出嚟，將琴掛喺柳樹上邊。但係神應許佢哋必定會喺被擄之地得蒙拯救嘅。神嘅靈要澆灌佢哋嘅後裔，使佢哋喺草當中生長，好似溪水旁嘅柳樹，再次發旺。神要復興嗰啲承認自己乾渴慕活水嘅人。詩篇137篇冇記載到呢個琴係幾時會俾攞落嚟呢？但我哋知道神冇讓以色列永遠嘅停留喺柳樹底下，終有一日琴會被攞翻落嚟，歌聲會再次響起，昔日嘅流淚嘅楊柳嘅景象將會成為復興嘅見證。基督徒有時都會將琴掛喺柳樹上邊，我哋有時會感到侍奉冇力，靈裏頭乾旱，心中憂傷難過。但係唔好忘記，要記得神從來唔會放棄我哋。當我哋再次得着神話語嘅激勵，我哋嘅生命又重新得力，而且能夠唱出更加深沉而美麗嘅讚美，不停嘅喺任何嘅環境當中，我哋仍然係讚美我哋嘅神。